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初1公司大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宪。新闻开始，先来关心，昨昏阁增加一件武汉肺炎的境外病例，是一个对印度回来的60外岁查甫人，另外流感预防社，阁传出一个过人的富人人，自愿说出现身躯麻痹，阁鼻部气味的镜头，即阵人要得加护病房治疗。国内31新增一个境外异地新冠肺炎病例，是60岁本国籍男子，日白自印度回来，入境时主动通报有症状，目前住院隔离治疗。除了前后2排8名乘客列为地处隔离对象，江班机外籍航空机组员11人因为无穿特别防护，也爱地处隔离。有3位是在国内啦，另外有8位已经离境了。还留在国内的那3例，对，我们就会列为居家隔离。另外，自流感预防社发生不良事件，阁增加1件，家人一名54岁妇人人带入长期病院加护病房。伊25自赛洛菲疫苗9天后出现末梢神经麻痹，刷落来阁食无味，脚趾偏酸痛。院方初步诊断是一种急性周边神经病变。指挥中心表示，敢是甲疫苗有直接关联，等待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排除哦，比如说它有没有因为其他的病毒或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啊？这个也是需要再做一下进一步的研究。指挥中心最近规划经济泡泡，和中药商务人士入境，会当免去地处检疫。指挥官陈时中指出，爱达到2条件，除了确定来台必要性，也会检视来台了后所有的防疫措施，敢是做到。第二是要看它这里面的过程的流程，好，到底符合完全的动线分离，好，然后隔得很清楚，倒没有说特定的怎么样，这是2件事情。如果你送死是很重要，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配合防疫的话，那也不行啊。针对日本政府宣布，对咱国疫情警示为3级降为2级，指挥中心表示，咱国民众去日本无需要提交 PCR 证明，入境了后免接受采检，也毋过也是需要地处检疫14天，并且无开放一般观光。目前台湾无打算对日本做类似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美国武汉肺炎病例现时超过9400万赞，在境谈判无成，总统大选紧张等等因素。美国股市顶礼拜5收黑盘，6家创纪录，标准普尔指数甲纳斯达克指数总值超过5%。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外省平台甲外省员的劳动关系，劳动部对人事雇佣关系，劳保局也要求业者退外省员投保。不过，福片达最近煞甲外省员签承揽契约，劳动部表示双方关系就看契约来做个案认定。落尾来看中国时报，无人机的应用范围扩大，新北市警察局成立专台，头一队警用无人机队。环保局也用无人机侦测非法工厂的污染源，不过法律制定上慢，政策配合不足，属科考场艰难10位，无到北部考牌已经排到2无。继续来关心军机以外，昨昏总统甲副总统交到顺指挥官朱冠蒙的灵堂致哀。朱冠蒙的老母也向总统表示，身为飞行员的家属是压力真大。F-51战机失事画面也公开啊，有分析指出，朱冠蒙到飞机摔落进前，拢无放弃尽力的控制。空军第7联队制航机第1架 F-51战机离到失事跋落海，上尉飞官朱冠明不幸顺至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31，拢前往台东殡仪馆悼念。蔡总统伫朱冠明的身边经历帮前停留，听空军司令任浩基介绍朱冠明第一站精彩军中生活。蔡总统慰问朱冠明的家属，表达国家失去英才的悲伤。朱妈妈一时情绪激动，向总统讲：身为飞行员家眷，内心非常艰苦。整个飞行员都不安死，整个飞行员的太太都很辛苦。朱冠明的家后穿顺治红色的飞行外套，
抱才拄满1岁的查某囝徛伫灵堂，蔡总统慰问的时阵，佫较是一度哭甲袂当讲话。蔡总统望朱冠明查某囝的头，佫打朱冠明家后的警察头，希望家属节哀，并且答应要求国防部尽全力协助，请家属安心。另外，战机失事原因，军方当继续进行调查。有民众就提供监视录影，翕朱冠明驾驶 F-5E 战机对海前的最后画面，看到飞行机先是飞飞，随后机头有长波翘起来，佫恢复飞飞的姿态。前空军副司令张彦鼎分析，飞行员想要挽救，无要互飞行机坠海，也毋过推来无够，又完无法度升起来。发动机一个失效，另外一个发动机没有办法维持它的推力，它的机头整个就向下，现在到最后面没办法控制。张彦鼎指出，当飞行机往下面坠到最后的关头，飞行员才会当选择单下跳伞，伞还未完全开，人就高速滑落海，安尼就可能对飞行员造成大程度的损伤。记者综合报道。凶险操打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的查某学生，佫共吹死，打红收押，毋过无禁见。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甲被害者家属核实咧，会尽全力协助后事处理。涉嫌2人并且杀害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的4年的嫌犯，30被警方依照杀人、性侵等罪嫌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尸体也做复检，检方证实女大学生是先前被侵犯，搁再被杀害。手机等财物也被提走，发现在定羁押。调查全案的相关证据，那包含说被告的供述，那以及复验的结果，以及其他的全案证据。那我们是认定说，那个被告他涉嫌有，生前来性侵被害人，并且故意杀害被害人，那以及强盗财物的行为。因为被害者是外籍生，总统蔡英文除了向家属表达哀悼，也支持各单位全力协助后续的事宜。行政院长苏贞昌指派内政部长徐国勇、经政署长陈家金亲自落南处理。因为外界批评伫9月底上手第一遍抓人无成功，学校无积极作为，才会造成这边的命案。教育部即日中英大学的校安中心无依照规定做校安通报的追究责任，学校讲无验钱。校长伫31被追诉活动，向家属甲社会大众道歉，讲会改善校安问题。我们要立刻改善的就是学生的通学路，这个部分必须要社区的帮助，也要市政府的协助。我会立刻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调查报告，来请求相关单位的一个投入。9月底31点被抓走的女学生，伊当阵有报警，不过警方一开始讲无报案的记录，尾仔才讲无完成报案手续。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但警方内部调查煞了，会互社会一个交代。被害女大学生家属确定因案未来台湾，目前规划行商务通道，顺类外交泡泡方式入境。家属也透过媒体，希望台湾的司法会让严挺凶手，让这种代志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关于美国猪肉开放，地方政府接甲中央去口角，郭本达要求农委会注意，但集中甲猪肉开放数量、源头管理，入来到台湾怎样对查做讲法清楚。政府开放有来自猪肉进口政策，台北市长郭文德搁较讲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要求中央应该爱将政策讲法清楚，批评指评行政院秘书长发函，就爱地方政府修改零检出食安条例，不是好的政治模式。那我就直接问那个陈吉仲，你认为1年后全世界会有多少含瘦肉精的猪肉输到台湾？他先回答这一题：源头管理怎么做？边境管理怎么做？后面进来后怎么管理？你到底中央政府现在方法是什么？当市议会33读通过修订食安自治条例，针对提供予人食的肉类，若检出3肉精，违者相关罚10万。被开头是连夜对中央政策开出第一枪。唐市长郑文灿也呼吁中央出面建立全国统一标准。食安问题要有全国一致的标准，毕竟进口跟流通是没有界限的，所以我想最后还是要由行政院来讨论。另外，双北将结婚宽纵线经营权，郭文德但出2线换一段，将家人结婚万代线予新北市，换台北市经营宽纵线，也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无认同。3年到了，我们就自己拿回来自己经营。这段时间非常感谢柯市长给我们很多的指导以及建议。这个讨论无解的，这个我建议还是请林佳龙部长出来就大家协调。
郭文德表示，目前已经发文予交通部，可能会先派处长到两市进行沟通，取得一定的共识了后，才会当有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指出，金门酒厂的中国厦门分公司广告竟然写加国党庆来庆祝中国国庆，金门酒厂回应这是广告行销。立委陈廷辉大力批评，不过金门立委陈玉珍主张，这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大红的底色搭配金色标语，加国党庆，也有金门高粱。最近伫社群软体微信流传的这两张广告文宣，主要是欢庆中国11国庆，不过图的署名却是金门酒厂，这让部分的民众真惊吓，遂向立委陈情质疑金门酒厂伤亲中。欧阳娜娜登上中国国庆晚会大唱《我的祖国》而引发争议。在微信，我们的金门酒厂居然大肆宣传有金门酒厂的 mark， 又有我们的58度 C 的金门高粱酒，家国同庆。那么我要问，你是在庆祝哪一个家，庆祝哪一个国？民进党立委陈廷辉指出，金门酒厂是公营事业，属于金门县政府，不过广告文宣却牵涉两化政治，呼吁金门酒厂甲金门县政府上好，拢爱公开讲好清楚。国民党立委陈强典认为，这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希望有心人士唔通进行政治迫害。你到美国去，然后庆祝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你说要祝美国独立纪念日快乐。这样就表示你不爱台湾吗？金酒公司是金门人的资产，然后也是中华民国引以为傲的这个品牌，我们金门人都会共同捍卫金酒哈。那商业活动就让它照商业活动走哈，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子。对文宣涉及争议，金酒公司声明是金酒厦门贸易公司对市场销售规划的经济行销方式无特殊的考量。金门县府回应尊重金酒公司的商业行为。金门高粱受到全球华人的介意，高粱酒也属于全球华人，其他无加做回应。只不过最近中国军机一直扰台，月初才拄发生台湾艺人欧阳两等人登上中国国庆晚会演出等争议事件。即马金酒文宣黄执旗染红，真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大选投票日就từ 11月初3，川拜登昨昏到中西部造势，双人就疫情政策继续对峙。另外，纽约邮报的推特转刊拜登后生 Hunter 派代口罩也封锁，经过2礼拜外的抗争，现时也已经解除。美国总统大选剩无到几天，总统川普的行程是去密西根、威斯康星甲明尼苏达。除了伫密西根批评美国的医疗系统，反驳政府公卫专家意见，坚持为着病毒了后会治疗好，而且佫产生抗体，嘛佫一摆承诺会伫未来几礼拜生产新冠病毒的疫苗。There will be no school, no graduations, no weddings, no Thanksgiving, no Christmas, no 4th of July, no Easter, no nothing. There will be no future for America's youth. Under my plan, we will deliver a safe vaccin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n just a matter of weeks. 共款到明尼苏达投票，拜登是批评川普放弃对抗疫情，讲川普不应该攻击医护人员。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ccusi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 of making up COVID deaths so they make more money. Doctors and nurses go to work every day to save lives. They do their jobs. Donald Trump should stop attacking them and do his job. 除了两个人对疫情的态度无同，之前纽约邮报报道讲，拜登的后生杭特伫拜登做副总统的时阵，捌甲乌克兰中国的企业甲生理人有秘密的交易。这个消息一度纠加拜登的支持率。即马 NBC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所报道，表示这个情报内底所讲到的情报机构甲资讯来源拢是假，佮表示香港的《苹果日报》嘛有参加做假新闻。伫香港一团媒主席雷迪英的私人助理马克塞门，嘛伫推特承认甲回事咧，讲这是用1万块的美金请人来写的假新闻，佮宣布为此来辞职。伫原本报道这个新闻的纽约邮报一度予推特用违反政策做理由来封锁小号，一直到推特的代表人出席国会听证会，互共和党的议员批评是咧打压保守派，推特嘛伫31解锁纽约邮报的小号。记者来从整理报道。出名的明星也是第一代007情报员的演员 Sean Connery， 才甲90号所传出伊人老去，真侪影迷拢讲唔甘，要侪艺人发表文章来哀悼。
James Bond。开启007系列电影内面的大师，奠定庞德的形象加电影地位。伊是第一代詹姆士·庞德，史恩·康纳莱31岁伫咧巴哈马厝内过身，享受90岁，和影迷渐唔甘。You're right. Fully laden here and empty here. I want to take a fast look at the island now. 史恩·康纳莱演戏演超过50档，捌摕过1座奥斯卡最佳男配角、3座金球奖，甲2座英国电影学院奖。代表作品包括《铁面无私》《猎杀红色十月》《绝地任务》加《心灵访客》。What happened? Combat tactics, Mr. Ryan. By turning into this torpedo, the captain closed the distance before it could arm itself. So that's it? Not quite. Right now, Captain Tupolev is removing the safety features on all his weapons. 因为这么多部电影，史恩·康纳莱演技受到肯定，也个影迷公认是愈老愈缘投的007演员。59岁被票选上性格未大波人，69岁阁被票选2020世代上性格未大波人，就证明伊的魅力。私底下，伊一生拢伫咧追求苏格兰独立。I believe Scotland today is closer to independence than she has ever been. And that I will see an independent Scotland in my lifetime. 007作品发声明悼念史恩·康纳莱，讲伊演出的007电影彻底改变世界，绝对是007系列电影成功的关键。真侪名人也伫网络顶表达哀悼加感谢，纪念这位经典的原作庞德。今年8月25是史恩·康纳莱90岁生日，也过伊后生证实，因为已经破病一段时间啦，史恩·康纳莱是伫咧困梦中过身，厝内人拢陪伫咧身躯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昨昏的同志大游行成人之美，有13万人参加。虽望同志婚姻专法已经通过，所以要欠对下国婚姻甲领养权的保障，民团立委也行上街头来继续推动。伫大片彩虹旗飘扬，2020同志大游行，伫台北市政府前广场正式起步，达到13万人集结。未少民众走彩虹旗，伫跨大的街头舞合中参与同志大游行，进入第18年。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成人之美，希望台湾社会无分性别年纪，都会当找到家己的身份认同。成人之美也可以解释为生而为人的美好。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够友善，则生而为人不用感到抱歉。国家祈祷早餐会的事件，我们也呼吁这些反同的宗教团体们，不要再把同志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台湾伫2019年5月通过《同婚条法》，同志团体认为，跨国同性婚姻有缘拄到障碍，保障台湾有超过300个同志家庭跳界伫领养规定，同志伴侣无法度共同收养，面临囡仔配偶离散一类难题。同志事实上是可以生养下一代的，因为性平教育事实上还是遇到非常多反同团体的阻拦。现场也看到朝野政党出现游行，挺同志大游行。民进党强调，落实18岁公民投票权，期待力量推跨国同婚法案。民主，年满18岁的朋友，大家都应该要享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这个跨国的伴侣们，他们只能登记伴侣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他们都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我们认为小孩子呢，最好的话就是生活在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家庭里面，这个爸爸妈妈的角色跟功能其实不太一样。后一代香港人民认同同志团体有游行的自由，也不过也再次表示家庭由一夫一妻组成立场，批评政府无尊重2018年同婚公投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国定古迹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的修复15档才完成，但得到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的肯定，有可汉丁师傅到搭去超过70间庙，保存传承大木族的工艺也得到肯定。已经91岁老师傅柯汉丁对文化部长手中接过奖项，伊是第5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保存传承类的得主。实至名归。可惜的，当然保存，当然传承落去，当然是真好了。评审委员指出，老师傅柯汉丁一生的设计甲制作超过70座的台湾庙寺，伊的本身就是活字典，进步暗坎，甲传统庙寺的技艺甲传承落来，互台湾庙寺的木作工艺会用继续延续。
那规划设计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工匠里头，其实是他真的成为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5届国家文资保存奖保存维护类决定古迹，台湾总统府交通局铁道部用了15年的时间将修复完成。评委指出，修复保存的过程甲结果，应讲是台湾20年来对日本治理时期历史建筑保存的一个缩影。在各方面的资源都很仔细的投入进来的状况之下，它有点变成是我们修复界的标准典范。每3年举办一摆国家文资保存奖，这摆入选的有国定古迹原台南水道、国定古迹打到英国领事馆甲官舍，要对日本治理时期完整保存到即阵的代替公文甲技术档案，以及企业投入老建筑活化、二体结合小农甲台湾传统在地饮食文化。而这摆获奖的有4个是公部门，也是对打拼付出的公务员的一个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平行人生的新闻专题，继续来看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杨国武，伊在18岁时，互政府以参加叛乱组织掠去关。杨国武讲，若无遭逢白色恐怖，伊要做戏剧家。来看伊的故事。70当前，差不多嘛是这款黄昏红霞景致。杨国武伫咧绿岛新生奋斗厝强制劳动过一段落，返去牢房，伫家面床卡的 violin 摕出来下一条，可将脑子气，风声之决，烧透满腹的心酸。杨国武伫伊18岁时去互警总伫册包内底抄到战争和和平，也有土地改革的册，转去防伊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去绿岛关10年，一直到伊28岁时才去放放出来。我出来了嘛是去国家档案局找资料，有关于我个人的安尼记录正本，杨过你今仔日偷讲2本话，今仔日烫车把提无穿衫，拢甲你写呢。一本遮厚的迄个，敢若日记就对了，迄嘛拢影出来。拆解了后，杨国武调整心态，对小生意做起，刷来开纺织厂、制药公司、生物科技公司，搁要入选全国10大杰出的企业家。伊伫咧伊68岁时，开始甲伊超出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即摆毋是讲要有心情讲要来报复啦，要安怎无，拢无，已经是作平时。像讲这个真相，历史的真相。真相只有一项尔嘛，莫搁看，伊硬看，加害者无半个，加被害者是，台湾总拢是被害者，安尼都毋对啊。每年杨国武就90啊，即摆伊头毛喙鬚白，目睭也蒙雾啊。伊讲，若阵人生毋捌发生白色恐怖，伊也是一个戏剧家。用戏剧来演悲剧，10分来讲一个故事，8个故事把这个拢甲串联起来，用 musical 哈。我会晓，安尼，我心是这个还无机会通吼。虽然无法度伫台顶的台湾歌谣，甲伊的老师简国贤先生伫咧228发生以后，袂赴搁再搬互做壁的这出戏，互人看到社会上善者和好假的命运是天差甲地。毋过行过遮的风风雨雨，伊简单望时势会当透过伊的册，对白色恐怖有搁较全面的认识。记者阿敏真有水台北报道。今日各地好天笑市，不过暝日的温度差真多，东部、贵人、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多渐雨。最好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0度，
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咱再会。